记者综合报道。新北市又搁发生抢案，今仔透早4点外，伫3点埔有一台车横开10外枪，嫌犯就逃走。3点钟后，其中有一个嫌犯去警察局自首，表示讲是因为因有债务的纠纷。这个事件是无人着伤，也毋过搁有另外2个嫌犯，警方搁会抓人。白色车临时插伫路边，后座有人举枪上枪子，对向来几台黑色的车，伫个车经过的时阵，小连续开10外枪。他昨天是在车道值班，他是跟我说对面栋的隔壁栋的马路呢。员警接到报案出动，伫个现场捡到13粒枪子壳，就算讲人拢已经四散去啊。不过案发无到3小时，枪手就主动来投案。为什么都要把枪推那个死掉老大？这个姓詹的枪手，伊23岁，有毒品诈欺前科。警方调查讲，伊无帮派背景，伊讲伊伫个网络博缴欠400万的债务。小刷已经含360万，伊气讲一直互催债，佮伫个网络顶悬呛声，相约要来谈判。对方来4、5台车，伊就随开枪来示威，加在无人受伤。改造枪支的部分他是说他的这个朋友来给他的，再向上溯源那会追查到底他的枪支来源。开枪案件发生伫个新北市山林埔定位区的街头。31天透早4点外，主嫌开枪了后，一台车3个人走到新庄了后，把车挡掉。除了讲枪手投案以外，其他做伙的2个人还搁咧走。警方小刷来追捕以外，主嫌对枪击的交代无清楚。警方会挽过树林，刷咧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